大家好，歡迎翻到嚟芒向編輯部嘅節目時段啦。今節咧有我許晨啦，另外仲有我哋嘅義德台陽。大家好，請記得咧幫手 like 我哋呢個短片啦，仲有訂閱埋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啊。咁啊，多謝晒大家嘅支持先。嗱，咁我哋見到咧，即係美國啊嚇，對於呢個叫對等關稅啦，即係阿侵咧就話叫做美國嘅解放日啦嚇。喂，好似咧美國民眾唔係好領情喎呢一單嘢。梗係唔領情啦！而家你睇下關稅搞成點樣，搞到一劈嘢咁樣，點領情啊？因為咧我哋見到阿侵咧，仲係繼續咧就講緊一切會美好起來啊嚇，即係 wonderful 嚇，又 beautiful 添啦，日日都係咁講噶啦佢，有邊一句係有邊一日啊唔好至得㗎？佢實話好嘅喎。日日都係話 beautiful day 嘅，亦都見到佢嗰啲助手啊，嗰啲咩私人助理啊定咩咧，係咁影啲花花草草啊，就話beautiful day 就好開心啊，定點點點嗰啲咁樣啦嚇。咁依家見到咧就係除咗去解放日開始之後嗰個禮拜咧，就有超過1600場嘅示威抗議啦嚇。咁其實咧啱啱呢個 weekend 咧，喂都有一場喎，仲更加誇張嘅一句口號咧，我見到真係嚇咗一跳啊！係咩口號咧？就話 Take American Back 啊，即係個意思係奪回美國啊！喂，佢點解咁講啊？喂，呢個總統好似先至係做咗大約有冇3個月啊？1月20日開始計啊，就嚟3個月啦。咁快就話要奪回美國，而家美國唔見咗咩？跌咗去邊啊？收埋咗咩？冇啊！咁快要奪回美國，即係代表住啦，好多人已經係對特朗普好不滿啦，係咪咁啊？嗱，依家見到咧，即係去嗌嚇呢一個叫奪回美國嘅口號咧，竟然啊係一個獨立參議員啊，咁叫佢個名咧就叫做桑德斯。係，桑德斯佢係一個好資深嘅左翼嘅政客嚟嘅，可以話係代表住左翼嘅精神，係一個精神領袖。嗱，咁啊講翻個背景先啦。咁呢一壇嘢咧就喺加州嘅洛杉磯嚇嗰個類似係市政廳對出嗰個位置咧，就搞呢一壇嘢嚇，話聲勢咧就相當之浩大啊！見到嗱，咁佢就聯同埋一啲嘅眾議員啊，都有去搞呢一場叫做反寡頭政治嘅集會啊！哇，咁我哋見到帶頭上台講乜嘢呢？嚇，唔好俾嗰啲咁討厭嘅億萬富翁改變我哋嘅命運。耶！咁啊嘛，全場就歡呼。係啦，咁跟住咧就大嗌奪回美國，哇，勁到爆炸嗰陣時。係，但事實上又真係你美國人選咗一大堆呢個嘅有錢佬上台咧，咁呢個有錢佬特朗普就委任好多其他嘅有錢佬富豪入去佢個政府嘅各個部門度咯，例如好似馬斯克咁啦，又可以統領一個新額外嘅政府部門啦，財政部亦都有財長貝森特，佢亦都係一個有錢佬啦。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又係一個億萬富豪啦。或者個有錢佬就坐晒啲位置喎。你即係而家美國係有錢佬話事啦，嚴格啲嚟講。所以咧，今次呢個集會裏面咧，都係啦嚇，痛批馬斯克之外啦。咁啊頭先嗰啲咩億萬富豪啊，呢樣嗰樣啊嚇，頭先提到嘅財長啊貝森特啊呢啲啊，個個啊，哇攞出嚟勁喺度揈啊！咁但係佢哋啲咁有錢嘅人咧，喺美國佢哋真係可以打橫行。有錢係真係權力係多啲嘅。你現在美國而家有啲人，只有算得上係有部分嘅人企出嚟表示不滿啫，但睇落就仲未成為一個普遍性嘅社會現象，而且都仲係喺一個城市喺洛杉磯有咁樣嘅集會啫。其實桑德斯咧，佢嘅行動咧喺今年2月左右咧，已經開始喺全國各地喺度搞呢啲反特朗普嘅集會噶咯喎。咁樣咁啊，努力啦！我覺得咧，佢講嘢咧，其實相對嚟講咧，都唔係話嗰啲極左嗰種，佢係屬於左翼，而同時佢係有一定嘅號召力。只不過佢喺政治上嘅影響力真係微不足道。講到底，佢只不過係一名小小嘅議員，最慘就係。
冇啲咩嘅政黨背景咧去 back up 佢啦嚇。咁啊，唯有就一個咧就自己喺度嗌呢一啲啦。咁當然啦，冇政黨背景嘅話咧，嗌呢啲口號啊，即係話咩寡頭政治啊，咁你先至得噶嘛。喂，我都不朋不黨嘅嚇，咁我同嗰啲人都冇咩瓜葛嘅嚇。不過咁喺2月就開始煲呢樣嘢啦，咁去到4月嘅時候咧就爆出咗呢個解放日對等關稅，甚至乎新近咧亦都見到特朗普嗰段片啦嚇，即係話邊個富豪邊一個金融界人士唔知一日之內賺到幾多個億美金哇！咁大家就相當之嘩然啦。依家甚至乎有媒體就講緊咧，特朗普家族亦都係相當之咧熱衷於投入於呢個加密貨幣嘅投資呢樣嗰樣啦嚇，仲話咧獲得嘅利潤係接近10億美金，爽我仲好記得嘅，當佢勝選嘅時候咧，佢都推出咗加密貨幣，佢推出咗特朗普幣，又推出咗佢老婆以為命名嘅幣，佢兩公婆每人出一種幣，全部都加密貨幣嚟。跟住之後咧，其他嗰啲仔女咧又跟風一齊逐個咁出。當然啦，最揾錢嘅都係特朗普幣啊！我就好記得嘅嗰陣時，當佢勝選之後咧，佢個幣又炒到好高，但隔兩三日咧就砰一聲跌落嚟。咁點解會咁咧？究竟發生咩事咧？而且出現啲咁樣嘅咁明顯嘅炒風咧，係冇人質疑特朗普嘅喎。咁損手爛腳嗰啲人咁點算啊？咁你咪損手爛腳咯嚇，冇人會可憐你㗎。仲有之前你都有搞過NFT 嗰啲嘅喎，喂，其實依家都冇人再理呢樣嘢嘅咯喎。冇啦，好尷尬，而家講出嚟都覺得尷尬啦。你買個 NFT 係傻仔嚟嘅，白痴咁，俾人笑嘅，唔好講添啊。係咯，買幅圖翻嚟或者買個 file 請問值啲咩錢咧？其實最戇居咧就都未係買特朗普嗰啲搞嗰啲乜鬼 NFT 嗰啲喎，最戇居係買杜汶澤啦，仲有係買余文樂嗰啲 NFT 嗰啲啦嚇，咁唔知啦嚇，咁都得嘅，你覺得值得珍藏、值得擁有嘅，咁你覺得值嘅，你咪買咯，係咪先嚇？嗱咁翻嚟今次嗰個集會先嚇，見到除咗話要奪回美國之餘咧，都有去痛批呢個特朗普咧帶領國人走向專制獨裁嘅社會。哇！聽到獨裁呢兩個字咧，我都覺得係幾可悲又可笑。係啊，你美國作為呢個嘅民主燈塔，反獨裁，成日就話呢個係獨裁政府，嗰個係獨裁者，而且更加向一啲佢口中所謂嘅獨裁者發動過大大小小嘅戰爭。咁事實上走到今時今日嘅美國咧，已經係由獨裁者嚟到話事啦，係一班有錢佬話事咯。咁所以你見咧，即係你過去嚟講有一啲人咧就會覺得美國方面對俄烏戰爭又會覺得佢哋先至係代表民主自由例如講到普京就點樣獨裁嗰啲咁啦，甚至乎咧去到連習近平主席咧又話佢係獨裁，又話定點樣嘅。咁點解依家咧又會喺美國出現咗咧呢一啲議員帶領大家有幾萬人一齊咧就嗌奪回美國奪回美國咁即係台下台上嗰啲一齊喺度咁樣，大家喺度勁喺度互動喺度噏啦喂，咁點解會出現呢樣嘢嘅咧咁呢幾萬人係傻噶定係咩嘅咧應該就唔係傻嘅，都係睇到一點，就係現在美國政府同埋喺白宮入邊嗰班人都係一班貪得無厭、極為貪婪嘅富豪，而且係會令到美國帶向一個更為惡劣嘅境地嘅。但係有幾多美國人真係認為係咁先？嗱，呢個我就好想問啦。而家見到嘅集會人數都唔係好多啫，都係頂盡咪4萬人，都係一個城市啫，係嘛？嗱，呢個風潮如果繼續燃燒落去咧，咁就真係可以成勢啦。現在都仲未成勢，咁點樣先成勢咧？就係要特朗普同埋佢嗰班老友做多啲白痴嘢出嚟先至得咯。而家都係一單啫，暫時嚟睇，一單係可以算得上，我認為一單係美國近代史以嚟一單醜聞嚟嘅，係咁樣打關稅法係第一次見，而且亦都非常之戲劇性咯。所以跟住落嚟嗰個演變，我估計就係咧，要更多美國人感受到嗰個痛楚，買乜都貴到飛起，要非常之貴嗰陣時咧，美國人先至識得醒。你唔感受到痛楚嘅人咧，係唔會醒嘅喎。你一定要狠狠地痛一次先就得噶啦。
有喎，你要見到咧，相關嗰啲富豪啊或者佢哋呢一班人咧，權力嘅核心咧，就不斷喺度賺大錢啊！佢哋依家又賺幾多，佢哋有幾多好尊貴好好嘅享受啊，可能又坐直升機又旅遊啊，又或者係去咗呢度去咗嗰度啊，點樣嘆世界啊！所以點解上個禮拜嘅時候即係我意思指所謂嘅解放日之後啊，嗰個嘅 weekend 咧，就見到特朗普去打高爾夫咧，哇！點解啲人咁嬲咧？咪就係咁解咯。係佢啊，梗係得啦，佢 weekday 都去打高爾夫嘅，呢度有係咁犀利㗎，佢隨時就可以攞住個高爾夫球棍，一邊喺度打緊波，一邊咧就攞個手機出嚟喺度發帖，係用發帖嚟到治國㗎嘛。呢個社交媒體 X 可以叫治國啊嚇。嗱，咁即使咧喺今次嘅集會度咧，已經表明咗一樣嘢嚇，特朗普政府咧嘅內閣即係喺億萬富豪啦嚇，咁呢啲人咧就被視為咧代表住財團利益嘅一個象徵啊！哇！呢班人嗰啲相嗰啲人頭咧就嚟 group 埋一堆咧，俾人攞嚟打小人咁樣打㗎啦嚇。咁亦都見到提馬斯克咧，佢社交平台 X 啦嚇，已經轉變成為右翼嘅傳聲筒啦嚇，甚至乎朱克伯格嗰方面咧，又俾美國去查佢啲服務定點樣啦嚇，甚至乎又改過佢哋嗰啲社群嗰啲備註系統定點啦嚇，咁又話佢呢啲行為咧就被視為向特朗普靠攏定點樣嘅，咁即係間接地咧就話科技巨頭喺呢個政治上面咧個影響力就與日俱增咁樣嘅話咧就會對民主制度咧造成呢個極大嘅衝擊同埋威脅啦嚇。嗱，咁你點樣奪回美國咧？即係你哋呢班幾萬人呢啲咧，俾馬斯克特朗普見到咧，一定哈哈，垂死掙扎簡直係。冇錯啊！你根本不成氣候。你現在其實美國係真係，我個人認為啦真係需要一次革命先得咯。咁但係現在係不成氣候嘅，你得嗰4萬人喺一個城市嘅集會，睇落好似聲勢好浩大，但係你放大成個國家嚟睇，都係4萬人啫。4萬人反特朗普，10歲啦。你呢班人成班從一開始都已經反對特朗普㗎啦，唔緊要喎。因為美國有集會自由有示威自由嘅，冇問題㗎。但係你咁樣嗌，而政府又唔變，最後就只會越嚟越惡劣。所以個結果就都係需要由每個人，當嗰個痛點真真正正感受到，例如雞蛋價格暴漲啦，而家真係暴漲得好犀利。咁但係都仲有其他選擇，最多咪唔食蛋咯。你買其他嘢，可能係嗰個價格要再大幅上升，通脹係突然間暴升去到一個冇辦法忍受嘅時候咧，咁美國人先醒喎。而家仲未醒得晒㗎嚇。雖然話關稅而家聽起上嚟就好恐怖啦嚇，打好勁啦，但係實際受緊影響嘅都係美國人嚟嘅啫。當美國人開始逐漸咁感受到嗰個痛處嘅時候咧，咁你哋呢個反政府嘅聲勢先至能夠壯大，暫時都仲係唔夠大㗎。咁再者啦，即係唔該啦嚇，呢啲咩寡頭政治又好或者你話咩話美國民主自由公平有制度呢樣嗰樣嗰啲喂唔該唔好笑死人啦！即係最簡單嘅數據咧就可以顯示到一切㗎啦嚇。咁當然啦，要基於呢個數據係有公正同埋嗰個正確性先啦嚇。其實最簡單你見到啦。美國嗰個貧富差距嘅問題咧，長期存在嘅，只不過咧係近年咧就進一步擴大啦。嗱，你唔好睇最近先啦，你睇其實2021年左右嘅數據咧，你都見到最富有嘅1% 嘅人口咧，就掌握咗全國27% 嘅財富，已經咧超越咗中產階級嘅26.6%。咁相比之下咧，你哋一般美國蟻民你哋嘅生活成本咧就持續上升，但係你哋嘅人工咧嗰個增幅咧就遠遠追唔上你哋通脹嘅速度。嗱，依家仲精彩，仲竟然話你哋呢幾萬人嘈冤巴閉奪回美國大家咧唔使驚遲啲安排翻嗰啲工業嗰啲回流啲位置俾你哋翻嚟領螺絲啦
係啊，領螺絲啊，你去領啊嚇！美國人唔慣領呢啲嘢，唔慣做呢啲嘢嘅。你就算你啊有工廠有老闆肯投資都好，你都請唔到人，唔使諗，簡直。就算請到咧，佢哋跟住又要搞個工會啦嚇，有啲咩事咧又喺度工會帶頭又反抗啊，定點樣咧嚇？呢個就又係煩嘅嚇。煩死啊！所以你話要工業回流，根本又係覺得係憑空想像出嚟嘅計劃咯。特朗普係嘛？想美國社會翻返去以前係非常工業發達嗰個時代，即係二戰後嗰個時代咯。佢係想，但係而家過咗二次大戰好耐好耐好耐啦，工業早就流失晒啦。點繼而咧，美國嗰個產業就轉做服務性嘅行業啦，服務性嘅行業係最揾錢㗎啦，係嘛？最揾錢嘅揾好地地咪繼續揾錢咯。但係又現在就想將整件事情係倒退，係 roll back 倒退翻去以前嗰陣，即係工業發達嗰陣時代，唔得嘅喎，絕對唔得嘅喎。我真係唔明白啊！而家特朗普你同埋佢後面嗰班人咧，點解會有咁樣嘅想法咯？咁我哋都見到啦，即係依排都嘈緊咧，就係美國財富嘅分配問題啦嚇，就覺得咧，喂，唔單止係經濟問題嚇，就唔係話經濟影響到我哋嘅收入，係依家咧去到影響到民主嘅公平性。你話嚇，美國乜唔係民主大國咩？點解佢哋會覺得呢個民主嘅公平性出現咗問題嘅？喂，呢個好耐㗎啦，係嘛？即係覺得咧，有錢人就能夠用金錢嚟到影響到呢個政策。冇錯。依家直頭擺到明話俾你聽係㗎咯，做咩啊？㗎咯，如果冇得翻轉頭，呢個亦都係逆轉唔到啊！所以到最後就需要一場革命，但係幾時先會革命咧？睇怕有排。嗱，咁變咗咧，呢班有錢佬咧，其實就影響政策之餘咧，其實進一步都係希望鞏固翻你自身利益嘅啫嚇。咁但係你哋呢幾萬個蟻民咧，你哋嘅聲音咧就只會被削弱嘅啫嚇。但係你再嗌奪回美國，咁係咪你喺度嗌就能夠叫奪得到咧嚇？就對唔住講句啦，就唔使諗咁多啦。唔得㗎啦，算罷啦。我覺得如果可以嘅話，我個人認為啦，即係一般人啦，一般美國人咧有得選擇嘅就早啲離開咯，咁咪可以避過一劫咯。因為美國係現在嗰個走向係根本係亦都係翻唔到轉頭嘅。你話可唔可以將所有啲有錢佬去從佢身上挖翻嚿錢出嚟平均翻俾所有人咧？唔會喎，佢哋嘅財富只會不停咁增加喎。你係喐唔到佢嘅，而且佢嗰個各個富豪嗰個權力係非常之大喎。而家係可以話係去到美國任何時候最大權嘅一刻喎。你有個特朗普坐喺度，而身邊全部都係有錢佬嚟嘅，佢成班富豪就喺度指點江山，你點搞啊？冇得搞佢嘅喎，係。所以從馬斯克黐住佢競選嘅時候咧，已經叫佢睇得到㗎啦。我心諗吓，你點解先至嚟擔心呢個情況咧會日益加劇？唔係啩，係嘛？即係你哋依家先察覺到咧，呢啲有錢佬啊，對政治又好，對經濟又好，嗰個控制咧已經係開始動搖你哋民主制度嘅根本啊！哇嚇，你依家先至覺得啊？唔係第一日㗎啦，好多年㗎。呢整件事係好多年去造成㗎，所以現在就冇辦法㗎啦，逆轉唔到㗎啦，咪繼續惡化落去咯。我哋係翹埋雙手，即係我哋唔係美國人啦，可以翹埋雙手睇戲㗎咋。喂，即係你哋美國方面嘅政治獻金呢啲會公開嘅秘密嚟㗎啦，係咪啊？係啊，你啲獻金係多到簡直係嚇死你啊！連選一個法官啊，都可以使成億嘅，你話係咪幾癲呢？選法官要使咁多錢啊！唉，真係冇得救噶啦，所以算罷啦，放棄啦。阿桑德斯，你人都好老啦，都就嚟都聞到棺材香啦，真係唔好話我話。唉，所以喺呢個時候可以過日子，就不如去養老算啦。日子就留翻下一代嘅人嚟到去處理啦，係嘛？佢哋會繼續走埋你未走完嘅路啊，就係咁簡單啊嚇。好，我哋今次嚟到呢度先，多謝大家，拜拜。拜拜。